相爱需要彼此。像流星划过夜空点亮了。子晨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知道你参加活动是为了我，研发产品也是为了我。拿一下。什么呀？谢谢你。你知道就好了。所以，我打算给你一个特别的奖励。只是想要给你全世界最好的，爱你的是我。恭喜你成了谢谢的股东。喂，你肯定特别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只是成为了谢谢的股东，你也不可以对我指手画脚。相爱需要彼此的光和热，紧紧守护着，一切交给我，化为满天星河，在我的夜空。哎，这位女士，等等，请问你是冉曦薇小姐是吗？是。您找你不是想知道顾西西的事情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就这些啊？这还不够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我本来觉得这个本子挺好看的，就问老顾要了，没想到里面是顾西西之前的日记。你好，这边请。